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诗篇105篇，其实也是一首赞美的诗歌，也是敬拜团他们所要敬拜赞美的诗歌。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如果我们从诗篇105篇里面来看，其实它诉说的是什么？是上帝那奇妙的作为。上帝奇妙的作为里面，上帝常常跟我们立约。其实这个立约，这个约，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常常影响着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台湾的历史，或是中国历史，或世界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所谓的平等的条约，也有不平等的条约。那大国呢，他打胜仗了，他就用武力军事跟你定一个约。那也有的国家呢，他用柔软的给你恩惠的方式跟你定一个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一个约的定，好像需要一些的流程。比如说，可能你去定这个约，你的身份，你可能是总统派去的特使，也有可能呢，在定这条文里面，需要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定这一条条文的一些脉络和历史。然后呢，这个约要如何保存？有谁来当做见证人？那这个条约里面是否有祝福或咒诅等等的，甚至更明确的要讲说，它有签订条约的一个仪式在。好，这个讲的比较大。那回到我们各位当中，我们当中正在男女朋友交往中的，请举手。大家这么客气吗？哦，有，好，请放下。表示我们很多还没进入那个阶段。好，男女朋友交往当中，我们常会有什么约会嘛？那这个约会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说，礼拜天下午1点，我跟你约在同林百货门口。那通常呢，以往我的记忆里面，或我听过，男生通常呢1点到，女生呢2点到，然后男生就必须在那边等1个小时，然后呢又不敢离开，因为呢他跟他有一个约定。但是这个约定呢，往往在男女交往中这种约会呢，可能随时都会改变。好，那再讲回来，我们各位，你们在家中有没有常跟父母跟你们约法三章？你们从小到大有没有父母跟你们约法三章？很多，比如说，你必须写完功课你才能看电视，你必须写完功课你才能打电脑，你必须吃完饭你才能去做什么，这也都是约定。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跟人之间的一些约定。那这个约定呢，常会影响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就是说你信不信任他。比如说今天如果是许传道说，我们明天早上9点，我跟你约在教会门口，我们要出去玩，你们相信吗？怎么都不回答呢？你们相不相信我明天早上9点跟你们约9点在教会门口，然后我带你们出去玩？为什么？因为这不可能实现的约，因为明天早上我要做礼拜，我要讲道。那但是我如果跟你说，我明天下午我们3点我们出发去虎头山去爬山，你觉得这个约定可不可行？可行。所以我们往往在跟人家做一个约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想，这个约定到底是否合乎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因此我们人跟人之间呢，我们常常都要守约。来，你跟人家约定时间，你很准时的，我说准时好了，给你们容许个范围，误差10分钟，你会迟到10分钟以内的。就比如说你跟人家约1点，你1点10分以前会到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我们还有一半的人都是会迟到所以跟你旁边讲，不要迟到，尤其是做礼拜的时候不要迟到好，那我们这些在守这样的约呢，其实我们回头看到旧约以色列百姓，我们觉得他很奇妙，上帝拣选了他，上帝让他复兴，现在以色列国又建国了。其实这都代表着上帝跟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而且这个很特别的关系呢，是用立约的方式来作为一个联系的。在旧约中，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约就是在描述着上帝与百姓之间，上帝和这个世界，上帝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圣经中，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用约来描述着人与上帝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约代表着一种关系，你同意跟对方立约的时候，就代表你愿意这样去做，甚至有人会发誓说，我愿意遵守某些行为。我们家大儿子
暑假玩疯了，所以最近在调整他，就说你8点一定要做完一些事情，9点一定要上床睡觉。那他当然不想啊，好，不想我们就会删减他某些部分。你看电视只剩半小时，你看电视只剩10分钟，等等的之类，跟他约定，为的是要规范他的行为。那他愿不愿意遵守？他当然不得不遵守，因为他在家里要听我们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会发誓来表示我们愿意遵守某些行为呢？所以这个约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在订定这个约，而且这个约也是形成我们人跟人之间、社会中间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旧约中的这个约呢，我们从大卫颂赞的这个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14节说，他一开始就颂赞耶和华，并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他这样什么样的作为？就是他以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以后，他进入到耶路撒冷，他要把那个代表与上帝同在的那个约柜运回去大卫城当中。那大卫与12支族的所有的长老，还有一些人，就前往去那个约柜所在的地方，已经不再是他们掌管的这个范围里面，在一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大卫就去把他迎过来。大卫只一开始想，我已经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我已经把这个城取名叫做大卫之城，那我还欠缺什么？对了，我欠缺这个约柜，约柜在外面，它流落在外面，我必须把它迎回来。所以因此大卫就跟着这些人去到了那个地方，去迎接这个约柜回来。他一路上开始唱歌，非常开心，他要把上帝同在这个代表的这个约柜带回来，所以他很开心的唱歌。就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在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个跟他一起过去的人要回来的路上，这个乌撒碰到了约柜，因为这个约柜差一点翻覆，他碰到，反而被上帝击杀而死掉。大卫这个时候他害怕，他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把约柜放在一个叫做加特城的俄别以东那个人他的家里，在那里放了3个月。这个人他家里受到上帝满满的赐福。大卫听到了以后，他决定这一次真的要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城里面。那要怎么迎回来呢？要怎么样把这个约柜带回到大卫他所为这个约柜所设立的这一块地搭的帐篷里面呢？所以他开始想，他想起了只有利未人可以抬约柜，因为那个是上帝所拣选出来抬约柜，而且永远侍奉他的一个人。他也拣选了一些人，他们会弹琴，会吹笛子，会敲锣，会打鼓，他们把它集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我们说管弦乐队，把它成立起来了。甚至可能那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电吉他，没有什么，可他们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乐队。他们还招聚了一些人，成立了圣歌队，唱诗歌。所以他就到了那个俄别以东这个人的家里呢，去举行一个隆重的一个仪式。他献上了7头公牛、7头绵羊作为献祭。他献祭之后呢，他就欢欢喜喜的将约柜呢运回耶路撒冷的城里面。进到城里面，他就把它放在大卫他所预备要放约柜的这个帐篷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前面大卫只是出于自己的心，他只是想我要这样做。到第2次他要去运回这个约柜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完全的摆上，要用颂赞的方式，要用赞美上帝过去的作为的方式，将约柜迎回来，这样上帝的同在才会与他在一起。所以在这当中，大卫指派了一些利未人，就站在约柜的前面，带领着百姓唱歌，带领着百姓颂赞上帝的一切的美好。所以大卫就很开心，之后他就唱出了这一首诗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105篇1到11节这当中的一段，这是他歌曲当中的一段。所以他
说出了上帝从古至今对人的一个应许，也就是说，上帝主动与我们立约。那他这当中有提到挪亚、亚伯拉罕，以及提到了一些人物。但是我们从这个约，我们从旧约的一开始，上帝与我们人立约的这个挪亚之约来看，在创世纪第9章里面记载，上帝把挪亚一家人从洪水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以后，就在地上，就与地上这些人，就与挪亚还有地上这些活物来立约说，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上帝亲自这样说，这个约要持续到永远，包括所有的人与活物，而且有彩虹做记号。有彩虹做记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看到的。我们这一生中看过一次彩虹的，请举手。好，放下。2次，请放下。3次，请放下。4次，请放下。10次，请放下。20次，好，请放下。我们看到这彩虹之约是上帝的应许。当我以前在读台湾神学院的时候，我在阳明山，只要下雨过后，我们同学都会怎样？跑去看那个哪个地方有彩虹。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确实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所以这里的彩虹为记号，是上帝跟我们立约。他所立的这个约，要表明的是上帝的眷顾、保守我们在地上所有一切我们人的这种恩典。其实我们回想看看，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在那一次的洪水当中，其实他可以把人类全部的毁灭。所以在这一次的洪水之后，上帝主动跟我们立约，跟挪亚来立约。这个立约是保证人类可以再一次的出发，再一次的繁衍后代，然后散布在这个地球上面。洪水之后，挪亚的后代繁衍到各地。可是我们看的，如果对旧约你们看过之后，我们会发觉，其实人还是有软弱的地方，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做了上帝看为恶的事情。于是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他为世人预备了一个救恩，就是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他从小生长的一个地方，并且应允跟他说：“我要赐福给你及你的后裔。”在那个时候，上帝并没有很明显的告诉他，他跟他的约定是什么。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定到底是什么？那真正跟他的约定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5章里面。上帝应允他，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多，像海边的沙一样数不尽。而且还有立约的一个仪式，还要亚伯拉罕准备一个3岁的母牛、3岁的母山羊、公绵羊，还有鸟，要把它们劈成2半，摆在地上。上帝用火经过了这个肉，火一半的这个肉的中间，代表着这个立约的仪式的完成。然后在17章里面，他更明显的告诉亚伯拉罕，要用割礼，就是在肉体上立那个永远的一个约定。这样的约定让亚伯拉罕的信心逐渐的成长，让他逐渐的对上帝的那个信靠越来越强烈。他原本想说，他没有儿子，他的产业要给他的仆人来承接了，或者是他的产业要给他的妾夏甲所生的那个以实玛利所承接了。不过上帝真的应允在他的身上，上帝与他立的这个约永不改变。所以上帝在他100岁的时候，使他的妻子撒莱得了一个儿子。这一件事，我相信让亚伯拉罕亲自体验到，上帝是那种从无变有的一位上帝。亚伯拉罕的约定跟上帝的约定是以割礼作为记号，是一种应许的。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多，他们要出埃及，进迦南地，得到迦南美地的这个应许。最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约，他们与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上帝亲自说：“是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这样子看来，上帝是主动的，亚伯拉罕好像不用负担什么责任，他好像也不用什么义务。但是不是这样的？履行约定的好像是上帝，但是亚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说，亚伯拉罕要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在人的面前要作为完全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是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在这样的要求前面，其实上帝已经宣告了一件事：我是全能的上帝。跟你隔壁讲说，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因此，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亚伯拉罕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亚伯拉罕要如何成为这个完全的人呢？他就有完全的信心来信靠仰望上帝，他才能够做到。相同的，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这样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不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完全就可以了。到了新约，耶稣也要求我们此时此刻也要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完全。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改变我们，带领我们。这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之后，我们知道进入了一个出埃及、进入旷野的一个时期。摩西带领着百姓进入到旷野地，上帝在那里西乃山上颁布了许多的条文命令给了以色列百姓。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描述的最清楚的是，上帝一开始就对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祖先的神是谁，所以他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他表明了他的身份，以及他过去为着以色列百姓所做过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订定了一个条款，这条款就是十诫。来，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说，十诫的前面4诫是在讲什么？谁跟谁之间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后面6诫呢？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因此呢，在这个十诫里面，前面是诉说我们要跟上帝的关系，后面呢，我们是在要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就会发展出继续摩西的一些律法里面来。这当中有祝福的，就是你谨守这些约定的人，你就会领受祝福；你违约的人，你犯了这些条例，你就会受到处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必须跟上帝立约。这个立约的仪式不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立约，而是很简单的在出埃及记里面，这样百姓只是很简单的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要遵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要遵行。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讲：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要遵行。因此，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之后，我们会接受到许多的祝福。西乃山的约是很特别的，是有很多的条文。有人说：哇，定了那么多，在生命记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哇，这么多的条文，我如何去明白了解？其实，它跟亚伯拉罕的约的那种应许有一点不太一样。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是上帝对着亚伯拉罕的个人的应许，西乃山的约是对着所有以色列百姓在诉说的，所以他必须要详定一些详细的规定在里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上帝与以色列百姓订约，最主要是上帝要做以色列人的上帝。其实也是在同样的，上帝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以色列要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在这种立约的过程和条款里面，当时也有其他的民族。以色列百姓不像其他的民族一样，他们立约之后用其他的神来当作见证。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他的见证者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每一个人才是真正的与上帝立约的这个见证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好像很多的条文，好像很多律法会帮我们捆住，我们会忽视掉上帝真正与我们立约的那个用意。
他与我们立约用意，就是要我们跟他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再跟你隔壁的说，我们要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么到了大卫的约更好玩了。大卫的约又跟西乃山的约又不一样。西乃山的约，上帝是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全体来立约。他根据的事实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地，因此百姓有义务，他必须要遵守这样的约定，要不然他没办法进入迦南地。我们也知道，当中有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没办法进入迦南地，直到他们第二代，他们才得以进入。那如此看来，大卫的约是根据上帝的信实，也就是说，上帝应许大卫他的这一个家会建立一个王朝，而且会永远树立。大卫的这个王朝是透过先知拿单来传递的。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拿单传递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到上帝要跟你立约，但是在诗篇89篇3到4节里面，大卫这样的述说：我与我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上帝与大卫立了这个约，要建立他的宝座直到万代。大卫在临终的时候，他快要死的时候，他也这样子提到说：上帝与我立永远的约，因为这个约凡事坚稳，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的想望。大卫感受到上帝跟他立的这个约，所以因此这个约有一个很特别的前提是，上帝要跟大卫立这个约的时候，正好是大卫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之后，他想要为上帝建造一个殿来敬拜上帝，而这个应许是上帝给他的。第二个是在诗篇89篇里面也这样提到：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界上最高的君王。他是以君王，这个君王代表着上帝的神的儿子来的，所以上帝跟他立这个约，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而且这个君王他有义务要遵守上帝所颁布的命令，和他要行公义。那我们在想，大卫他有没有履行呢？他有没有履行呢？他不履行，上帝会不会把这个约给毁掉呢？说不算呢？其实没有，上帝不会终止他与大卫立的这个约。所以这个约比较是很像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约一样，是一个应许的约。所以如果这样来看来，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西乃山的约和大卫的约有一些的不一样。挪亚的约，它的对象是在这个世上、地上所有一切的活物。它最主要是要诉说洪水不再毁灭大地。它的记号是什么？挪亚之约的记号是什么？是彩虹。好，来跟你隔壁的讲，挪亚之约的记号是彩虹。那么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的这个约，上帝跟他的约定呢，他的对象呢是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所以呢，是上帝最主要要让他们知道，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也就是上帝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好不好？跟你旁边讲说，上帝要做你的上帝。跟自己讲，上帝要做我的上帝。所以他的记号呢，就是在肉体上的一个割礼。西乃山之约呢，它的对象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中呢，去顺从上帝，而他所行的这个记号呢，就是约柜。大卫呢，他的对象就是所有的后裔，他的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永远做王。大卫的回应是他完全的相信上帝必成就。那么新约与旧约，新约我们现在来讲，好像都是到耶稣的时代才出现。其实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里面，这个新约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是先知耶利米在国家即将灭亡的时候，这个新约这个词就出现了。我来读31章31到34节，他说：上主说，时候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人定新的约，
我亲手领他们祖先出埃及以后，曾经与他们立约，我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破坏了这个约。新的约和旧的约不同，我要与以色列人民定新约，是这样的：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刻在他们心版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再教导邻人同胞说要认识上主，因为全国上下都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记住他们的过犯。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过去在旧约时代所立的这几个约，其实在亡国之后，以色列人就渐渐忘记了，他们也遭受了一些灾难与咒诅。那么上帝下一步会怎么做呢？上帝会离弃他们吗？还是上帝会眷顾他们呢？面临新的挑战，先知耶利米提出了一个新的盼望和看法，就是上帝要与百姓立约。这个约不是写在石板上的那个十诫，而是要写在每个百姓的心里面，而且是要借着上帝的灵来完成的。这个约很特别，因为一个新的开始的约一定跟旧的过去不一样。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西乃山的约、大卫的约，跟新的约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新的约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而且主耶稣基督清楚地表明，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旧约的律法是要显明上帝的心意，但是因为我们人都有软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行出律法所规定的行为，所以上帝另外开了一个路，另外带领了我们，与我们立了新约。这个新约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我们来相信而完成的，也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罗马书3章20节到22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行在律法上，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新的约是因为你相信了，而你就得到了，这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也看到新约、旧约，我们是以耶稣的降生来做分界点。所以不论是用来描述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还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圣经的新约、旧约，其实这个约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约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你跟人家约定了，双方都同意了，我跟你约明天下午3点，我们在教会集合，我要去虎头山爬山，你也同意了，那我们这个约是不是就成立了？是的，这个我们约就成立了。但是圣经上的这个约是强调上帝主动来跟你立约，而这个上帝主动来跟你立约的时候，上帝他永远不会违背这个约。可是如果我跟你约明天下午我们去虎头山，我可能会违约，我没有出现，你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事情，你说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去了，那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但是上帝永远不会背约，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从古至今，上帝跟我们所定的约永不改变。所以我们的身处的环境，我们现在来看好像有点混乱，有点不安定，整个世界有打仗，有风灾，有水灾，但是我们更需要这种可以信任的约。所以这种约对我们的意义里面来讲，约是显明上帝一个主动的关怀。我们现在面临许多的压力、挑战、挫折，其实我们这些不是最难忍受的。其实最难忍受是什么？没有人理你，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很难过，或者你觉得我今天觉得我需要去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如果你要找人讲话，没有人理你，是不是很难过？如果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理你，你是不是很难过？但是上帝主动邀请我们，他在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愿意介入，而且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无论我们的酸甜苦辣，他都知道，
因为他已经将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间，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是这个约是在显明上帝一个不变的爱。我们跟人之间的约定，我们会失约；我们跟小孩子之间的约定，我们也会失约；我们跟其他人约定，我们可能因为某种因素我就失约了。但是上帝不失约，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话语永不改变，直到永远。这个约也显明了上帝对人的心意。从旧约时代到新约，这个约的内容已经把上帝要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去做说得非常清楚，使我们可以遵照着去行。约也是在显明上帝他继续创造他的事工。从圣经的各个时代中，我们看到他的约，他对每一个人所定的约都不一样。那我们看到上帝继续在创造他的工，他不断的与每一个人立约。即使在现代，我们可能陷入毫无希望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他依然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他创造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盼望。所以大卫颂赞上帝这种应许的恩典呢，它是一个完全献上上帝在过去的一个作为。那过去对挪亚、亚伯拉罕、以色列百姓、大卫，或者是我们从古至今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信仰前辈呢，他们跟上帝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如今也是我们要跟上帝立的约。你愿不愿意跟上帝立约呢？上帝已经主动说，我要跟你立约，我要应许你将来会有属天的福分，我允许你将来你必成为大国里面的一个皇帝。你愿不愿意跟他立约呢？我想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下，因为那是一个未知。但是大卫他清清楚楚说，我愿意。上帝说我要成为你们的上帝，上帝说我要应许给你们的清清楚楚的是永不改变的约。利未记26章12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上帝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百姓，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约永不改变。我们愿意回应上帝，做上帝的子民吗？我们要过着上帝子民的生活，有上帝同在吗？约不是一个约束，约是一个恩典。约不是条文来限制我们，反而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不好？邀请各位现在把眼睛闭起来。当上帝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的时候，你心中是否愿意回应上帝说，是的主，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的上帝，我要做你的子民呢？上帝主动与人立约，你要如何回应与上帝所立的约呢？在你的生活中，你是否很清楚明白知道这个约对你的影响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如果是负面的时候，我想你应该进入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的心意，让你的生活中时时刻刻与上帝在一起。上帝的应许是丰盛的。亲爱的主耶稣，全能的父神，圣灵的保惠师，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古至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永不改变，为我们立下的是那永远的约定。主啊，我们要回应你的约，无论是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以色列百姓的约、大卫的约，还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约，我们都要回应你。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的上帝。这个约是要时时刻刻
记住的。这个约是要时时刻刻拿出来，再一次的在我们生活中提醒自己，成为主耶稣的门徒。